喂，今日再講下假動作，好啦，當我哋用左直拳嚟做假動作，咁咧做嘅時候咧，我先示範一次俾你睇。好，嚟預備，左直拳，跟住假動作，跟住打左勾捶，左直拳，假動作，跟住打右直捶。好，左直拳，假動作，跟住定膝，跟住褪翻後。好，做假動作嘅時候咧，有啲嘢留意。通常你做完，譬如左直拳咁樣，你第二下就用翻左直拳嘅假動作嚟做。譬如你打完右直拳，你想再做假動作，你可以咁用右直拳，跟住再打第二邊。OK， 踢腳都得嘅。好，睇住，踢完腳，跟住再做假動作嘅時候，做呢邊，跟住原來換腳踢另一邊，咁都可以嘅。做嘅時候留意下，逢係假動作要認真做，千祈唔好求其。人哋唔信你，你個假動作都冇乜用嘅。好 jab， 跟住第二下假動作都要擰晒膊，搭埋步俾佢睇，咁先容易打到佢嘅。OK， 得閒試下啦。記住呢個世界冇完美嘅技術，只有啱唔啱你嘅技術。